6项公投提案甲总预算案，国民党部分期呼吁行政院长杜永泰唔通混搭立法院的尊严。台中一个男性锁定50-60岁的民众长期咧卖毒，警方伫厝内抄到4盒仔甲红地他命等等的毒品，专案提起公诉。高雄高山有人家厝火烧，厝边讲有看人咧放烟火，事主讲是心情无好才来放，因为造成意外，互警方移送侦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日公道新闻，我是麦尚莹。高雄高山的少船街呢，昨暗时传出人家厝火烧，加在无人员的伤亡。这厝边甲游客拢讲，伫火烧进前有看人咧放烟火，而且这现场嘛发现有放过的烟火盒仔。警方呢是有找到这个放烟火的查甫人，伊家己讲是这心情无好才来放烟火，也毋过已经造成火烧厝的意外，所以互警方移送侦办。加油！加油！加油！消防人员一到现场就赶紧救水线，因为火烧的地点是高雄高山少船街的人家厝，巷仔路细条，厝阁拢联动的，避免火烧的范围愈传愈宽。消防除了一户一户去确认民众安全撤离以外，也伫咧半点钟内就甲火拍花，加在无人员受伤。不只个包括厝边游客，大家拢讲火烧进前有人咧放烟火。外口有鞭炮鞭出久的。来到当灯啊！当灯了，我落来看就听到乒乒叫。你看停车场里面啊，我有看到啊。对啊，那证据都在那边啊。那时候有人在那边，他间断，总共放好像2-3次的烟雾。目前确实是有看到一些有鞭炮的一个状况，那后续还是要交由我们的专业单位火调人员进行勘查。听到可能是有人放炮引起火烧厝，警方透明看监视器去比对抓人，发现炮是这个48岁姓黄的查甫人放的，甚至消防拍过时阵，伊阁有来现场斗相共。警方表示，嫌官讲伊心情无好，看厝内底阁有过年春的烟火，就摕来放，没想到会引起火烧厝，毋是挑工的。不止个买手，也是按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当时说他没有想，就是心情不好，想讲放假炮啊呢。他没有针对任何人，他没有跟那边用到的住户没有任何的那个。放烟火透心情，所甲人厝的后壁狗烧了了，加在是厝主拄好无伫厝，行动不便的翁婿是住伫个头前栋，无造成伤害。警方提醒，放烟火要找到所在，放线嘛要注意熄火连灯的状况，避免火车乱喷造成意外。记者柯家主邱朝阳高雄报道。台南七股甲将军区呢是连续2天拢发生光电棒的火灾，这虚电共生的乱象也引起讨论。在地人是烦恼讲，这光电棒安尼烧起来会带来重金属的污染。有民意代表是质疑讲，这虚电共生呢是假的，实际上就是咧囤废弃物尔尔。原来农业局是回应讲，会跨局处来追查，要求这业者都爱担责任。对空飞机看落去，白烟一直冲起来，边有消防人员在抓水。台南七股含将军8月初9、初10连续传出2站光电棒火灾，因为暗场甲压贴，经消火阵敢若看到乌烟赶去找现场，实际到场涂骹有粉色含酸灯气的光电棒。现场5个人讲，这放1-2档拢无事，有可能是有人点火。我咧甲看是人点的，不会太多咧，你遐放1-2档啊。根据了解，这个导火这个地点应该是新兴光铁集团相关的案场。七股区大潭里里长讲，这个所在真久以前就8吨滚啊8架案场的基础含材料，自从去年风台了后，案场就豆豆啊爬荒，在地居民烦恼，哪个火烧恐惊引起环境污染。既然工业无要做，也是感觉用你应该爱来清气，再去看后壁个做者，万不以后若个烧起来的话吼，这吼，乌烟啊毒烟吼，里面的做一张我。人就过来里面咧讲好，去烧就到大烟吹来，烟一个味足歹。这场火灾嘛，互人看到虚电共生歹收衰所在。有明代批上该集团，当时以虚电共生的名义申请许可，讲要饲鱼仔，煞无影无食。明代要求市府绝对袂当用一般火灾乌萝卜仔就准过。用名义上你是要做光电板来这里做，但是呢，你怎么没有做好管理？不管农业局、环保局都必须要去做清查。只要太阳光电板去碰到水，
你会污染到我们的土地耶。经查，并不是现有运作中的渔电共生的案场。目前起火原因正由警消单位进行火灾调查当中。台南市路局回应7个火灾地点，在114年就废掉农业设施温准使用，目前正在立管办理废弃物清理计划审核。那将军区这边根本无提出温准使用的申请，农业局强调会发文互因管理的渔电共生业者，要求加强按量巡查，维护甲安检。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的都城隍庙呢，逐当的旧历7月初1，因为来举办家家消灾解厄的仪式。今年是有超过2500的信众来参加，大家是派这个纸家对神明安尼示警，为家己也是讲厝内人来消灾解厄、洗清罪孽。也毋过呢，因为昨就是北部城镇轮成演习，所以这庙方是有配合着演练的时间，互民众入去庙内面。采购按传统仪式读书文，然后甲写有个人资料的纸夹挂伫民众身躯顶。这是旧历7月初1，新竹城隍庙家家活动。今年拢总有2500人报名，其中也有袂少人，但年拢会来参加。但年都会来参加吗？对啊。啊，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愈行人愈健康愈顺利。消咱的业障啦！啊，我想我嘛是做歹人做真久，所以我爱来参会。阮出来是讲啊，保卫时岁吼，然后健健康康爱就好。啊，素文就会交互咱的道长，啊，道长就会来读个素文读好呢，就甲你挂咧。啊，过来咱4点吼，迄个阴阳师讲起价的时阵呢，就大家缀咧行，啊，就甲摕来了呢。就拢去甲化掉，安尼就完成仪式。刚刚先进来了，我们这边门要关了哦。今年的家家活动拄着北部城镇轮时演习，庙方人员嘛赶紧引导民众入去庙内底面。这嘛是家家活动举办超过100档以来第一摆拄着防空演习。这演习是有较麻烦，因为所有的人拢袂使伫外口，啊，大家拢爱入来庙内面，无法度嘿，但是8点钟大家。较辛苦一点。不少信众嘛讲，第一摆家家拄着演习，虽然有淡薄仔无方便，不过这款体验，莫互大家留落来难得的经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花莲县树林乡的和平林道呢，昨是来发生一桩沙石啊车并车的事故。这是一个65岁姓张的驾驶，唔知影啥原因滑落80公尺的山坎。搜救人员甲救出来时，人已经无生命现象。那患者已明显无呼吸、心跳，那身体的大部分是遭土石淹满。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徒手挖掘后，利用 SKD 包覆，将患者拖拉至平台后交由情绪处理。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台这山壁呢，有影是真惊。搜救人员是捡绳啊落去救人，一开始这车内根本都无找到人，后来才伫这林道下底差不多20公尺的所在发现这个驾驶，也毋过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警方即摆已经报请检察官来小验，要来理清事故发生的原因。邦桥永明之间呢是标出一个姓赖的这个查某人员呢，对社公司升做辅导员佮兼队长了后，利用伊的职务，伫咧当盘的时间内，这前后甲3个住民呢，拢总349万拢甲领了。合议庭是认为讲，这是为着个人的利益来犯案，所以一审是照3个贪污的罪，甲判刑4档，体罚公权有2档。老先生拄过伫步道慢慢啊行，提供安养照护的邦桥应有国民之家发生家己顾家己偷的代志，任职正侪年县内公务员，偷领住民349万元，一审照3个贪污罪判处4年徒刑，体罚公权2年，专案也会当上诉。被告身为公务员，竟为图私利，侵占职务上所持有非公用私有之财物，以危害官箴，并减损公务机关执法之威信。原本是社公司的伊伫邦桥应家工作3年后，升任辅导员加队长，负责保管住民的证件甲金铺啊。不过，以职务的机会，为112年3月开始偷领3个住民的存款，1年半领41届，一直到有住民过身，邦桥应家查销目专案才被控。
本案系我们本家主动发觉异常，已经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于114年4月2号予以免职。看无到暗砍嫌犯，则伫警察机关介前主动自首，坦白缓刑，规定审理阶段，佫搬出宪法的前砍免诉规定，请求减刑判决完刑。毋过合议庭批评，伊为着家己的私利犯案，动机甲原因无得到原谅。到宣判迄天，伊敢赔偿一个住民11万。可能在10-20年是非常常发生的哈。那后来都要求所有的相关机构都要订定明确的这个高龄财务入住住民的财务保管办法。那或许这家荣家可能第一个要去思考机制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漏洞。面对邦桥应家公务员知法犯法，立委分析，若是依照正式的行政流程，受托保管财物，都必须重新检视考核制度是不是有落实执行，同步检讨即卖制度是不是也有管理的漏洞。记者采访报道。台中市警方是查到一个60岁姓叶的这个男性呢，伊是涉嫌伫台中地区长期咧卖毒，而且伊是专工来锁定50-60岁行动不便的人，讲会当把这物件送到因厝里。警方呢，甲对几个月总算抓到人，也伫伊厝内呢去抄到这4盒啊海洛因，也佮有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目前专案已经提起公诉。买好真久的专案小组人员一下市外来，将准备开车外出交易的姓叶的查甫人压制抓起来。警方佮伫伊的徛家册底下暗旁敲出准备要出货的毒品。非常歹势啊！吼，我看唔见。警调查60岁姓叶的男子，为2025开始，就伫台中市区以送到厝的方式卖分装好的毒品。为着要选杂质，伊佮特别针对50岁行动也是交通无方便的中高龄食毒者，提供送到厝的服务。主动送毒到指定的社区，并于车内及社区内电梯、地下室等隐秘的处所进行毒品交易，规避警察查缉，满足高龄施用毒贩出门购毒不便的需求。专案经过台中检方侦查，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姓叶的查甫人提公诉。台中市刑大表示，这个食毒的人大部分拢是高薪级的人大，也是厝内人定定无踮身躯边的中高龄老大人。那劳工劳基金会指出，中高龄食毒者除了部分是少年就食条例较大，真侪个案是食老欠心理上的支持，才会来食毒。如果是独居多的话，有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孤立的状态，就是他本来比较缺乏人际互动跟支持，那这群人刚好有事实就进去了，就独居的现状，然后成瘾的问题有可能更不容易被发现跟协助，所以这个反而我觉得未来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劳工劳基金会分析，欠生活重心甲关怀，若佮拄到心情失落的代志，中高龄者就真后发生这个代志。除了第一线社区志工甲无带做伙的亲人，要有敏感度，若发现这个状况，嘛要串联社福甲社区的资源，用早解毒佮辅导心理。记者综合报道。咱看一个姓吴的前东贵奥运赛车的这个选手呢，伊是指挥10外的成员，对柬埔寨甲缅甸等等用这人体运毒，也是讲假造食品的方式，甲这个海洛因寄来到台湾。今年5月，这云林的检警是抓到人啊，即马专案终结，这个姓吴的主嫌，也佮有2个干部是互人纠判无期徒刑。该巡署查缉人员将嫌犯诱落车子后，车顶超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检警查缉法国运毒案，发现这集团主嫌受真侪项毒品前科，已经70岁前毒副车车姓吴的国手，以指挥人员使用人体运毒方式，为柬埔寨甲缅甸等国将海洛因走私来台。你不愿意配合的？好，我们现在依据检察官拘票执行具体。分批缉获以人体夹带毒品走私的集团成员。吴姓主嫌见此种方式行不通且损失惨重，遂改以邮寄包裹夹藏毒品，闯关一遭警方同步缉获。因为人体运毒被看破，姓吴主嫌改用毒品假造是药果，用食品包装寄来台湾，又按后检警查到。就是坚果这个吗？是腰果的。运输毒品次数高达4次，而前后夹藏之海洛因高达2300公克以上，恶性重大，残害国民身体健康甚具
检警发现4个主嫌因为破病长期断线，已经汽车靠呼吸器无法度落床甲讲话，有人用拍击方式指挥被盗。14个嫌犯照食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其中4个主嫌甲2个集团干部被求处无期徒刑。医师表示，用人体混度死亡风险较悬。假设其中一个胶囊破掉，那出来的量呢是可能是平常吸毒的人呢是好，甚至有时候上百倍的这样子的一个剂量，所以一下子就中毒，然后甚至可能就呼吸衰竭就死亡。新型毒品危害体悬，国发会13听出新世代贩毒策略行动纲领第3期执行成果，由法务部、卫福部甲教育部等机关报告执行进行。其中法务部已经盘点毒品犯罪类型、药液检验结果、甲治疗使用毒品情形等统计项目，按算8月底对外公布上新毒品统计，做后续毒情分析甲政策精进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呢，伫海上部署已经是第9个月，有200多天拢无入港啊。即马煞风声讲，这船顶5000个兵仔呢，食食甲饮水拢真欠，而且供线设备嘛有各种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伊是反驳这个讲法，讲这拢毋是事实。另外，嘛有官员是表示讲，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呢是会去换这林肯号回来，也毋过具体时间犹阁毋知。美国2间军事媒体《军事时报》甲《青条旗报》引述官兵家属的讲法，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的5000位官兵，当面对欠食食、光线故障、甲长期部署伤忝等等的问题，显示长时间出海的生活条件已经影响一寡官兵的身心健康。这个讲法引发国会民主党议员的关注，要求国防部对外说明，也要求上南调查。If we've won, bring everybody home. And if we haven't, tell the truth about why we're still there and provide clarity to these families whose loved ones are in harm's way and provide clarity to our men and women who are serving, who are giving their all to this country. 林肯号伫2025年11月2日对加州圣地牙哥出发去南海执行任务，2月互中心调派到中东地区来应应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因为美国甲伊朗的战事无确定，林肯号原底5月结束的部署任务一直前，到达出海时间已经超过250天，创下200多天无入港的纪录。报道指出，官兵超过1礼拜无法度洗衫，因为限制入港，也无法度定定食到鲜的食物。船顶佫传出供线设备甲马桶各种等等的问题，而且美国甲伊朗直直交战，也互平常时的后勤补给体系拢乱去，致使船顶物资供应受到影响。加上长期部署对船员的心理健康造成真大的压力，甚至传出有官兵想要行底路。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right? I don't expect for it to be a luxury lifestyle,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the basics. 根据2025年一项研究，甲美国白将军相比，海军的官兵因为船顶的大环境无好、噪音，佮有相长的工作时间等等的因素，出现严重的心理压力的比例上悬。林肯号长期部署，也搁在显示官兵面对的身心压力，也搁有美军后勤补给甲战备能力的挑战。美军计划按照原底轮调计划，又交伫华盛顿号交替林肯号，毋过确定的时间还未公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这罗西亚甲乌克兰呢是伫乌海附近安尼互相碰来碰去，毋但是损断罗西亚的海军基地，佮影响到乌克兰农产品的出口，会当讲这百姓的生活呢是愈来愈艰难啊。目前这联合国时指出，讲在7月呢，乌克兰境内百姓伤亡人数已经创下开战以来上悬的纪录。透过卫星的画面，会当看到罗西亚乌海港口诺弗罗西斯克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甲飞弹大规模攻击，大型粮食码头未当运作，陆乌双方伫乌海继续碰来碰去，就算乌克兰农民大丰收，嘛无地通卖。Найстрашніше зараз те, що це зерно немає куди дівати. І сьогодні з блокадою, яку робить Росія нашій Одещині, нашим портам в Одесі, через які ми вивозили близько 4,5 мільйонів тонн, це для всіх аграріїв пряма катастрофа.
乌克兰因为安尼提起乌海停战，才免引起全球粮食危机。只是战火毋但影响到粮食的出口，平民也继续受害。敖德萨的客运火车，搁再受到罗西亚无人机的攻击，火车头导火，乘客赶紧疏开，而且造成司机人员等等的死伤。联合国强调，7月乌克兰平民死伤的人数创2022年3月以来新高的纪录。At least 437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2,610 injured in Ukraine in July, which is a 30% in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month and a 70% increase compared with July 2025. 对着罗西亚继续针对基础设施，也有主体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无辜百姓的苦难愈来愈大。乌军防空系统面对真大的考验，伫拿查大量罗西亚无人机甲飞弹了后，爱国者飞弹的库存已经特别用了。乌克兰紧急甲美国讨买买，希望会当量早补足防空战斗能力。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目前在欧洲地区呢，热流是安尼一波刷过一波，德罗河水位是直直降低。罗马尼亚是惊这核电厂会出代志，所以已经宣布全面停机啊。也来匈牙利呢，也赶紧来施工要来降这水位，目前是勉强维持25%的电力输出。罗马尼亚国营核电公司8月13宣布，因为冷却核电厂的德罗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罗马尼亚开始予国内唯一的核电厂全面停机，造成这个国家1/5的电力亏欠。核电公司7月已经关切纳福达核电厂1号反应炉，2号反应炉也是这个国家最后一座咧运作的反应炉。伫咧真侪项紧急抢救措施拢无效了后，8月13正式停机。这嘛是这个电厂2003年大可汗以来头一届停机。厂方表示，尚无未来10天以来无可能停开，必须爱看德罗河水位回升的状况才来调整。罗马尼亚宣布8月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专家认为，全球气候暖化，未来无论倒一种能源供应，拢有可能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政府必须爱量早准备。So there's a lot more planning that might need to be involved now, regardless of the power source. You know, there's not one power source that's immune from this. Eac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and so governments getting ahead of that will be really important. 咱匈牙利境内的帕克斯核电厂嘛，因为德罗河水位创新低，8月初捌因为可汗面对建厂44天来头一届完全停机的命运。目前只会当勉强维持25%价电力的输出。为着避免像罗马尼亚同款，匈牙利政府已经下令实施紧急工程，包括伫德罗河起造河床堰，用人为的方式把水柜压悬，而且吊2只80公尺长的大船伫咧现场台面，随时准备要沉船来阻挡河水的流失，把最后的冷却水保护。核能专家强调，核电厂靠河水降温的模式已经面临考验。In my view,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message what the nature sent to us. In my view,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cooling methods available on the site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若是德罗河，欧洲主要的河川包括莱茵河、泰晤士河、龙河甲坡河，水位拢继续咧下降。另外，欧洲当咧面对今年热浪第5波的效应，英国伦敦西部13高温超过38度，创今年新高。其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有巴尼干半岛，高温拢要到40度。欧洲目前是全球升温上界紧的大陆，这波连续高温已经对全欧洲超过3.4亿的人口，差不多是要6成的欧洲居民，造成极端烧热的实际影响。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等来关心咱国内来看，这立法院呢，今仔日是来处理6项公投提案，也有总预算案。目前这总预算案保留的案数呢，已经降低，礼拜会当表决啦。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伊是呼吁行政院长杜英泰，讲唔通来吞大立法院的尊严。因那杜英泰伊是回应讲，希望国家会当走向正常的方向。立法院会14特别处理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提出的6项公投提案，虽然讲团出8讨论了后，甲4案留落来，不止个表决进程。民众党团讲，安乐死、交通法案全部投入交通，甲移转投票，公投提案会照常提案。针对国民党团提出的变形公投，因党团拢会弃权。如果国民党有提出非理性的一个公投，
我们会秉持我们团进团出啊，应该会齐全啊。民进党团是表达反对的立场，那为什么反对？首先，这些公投都是逕付2读，都没有在相关的委员会中好好的讨论。立法院会嘛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马拉松的表决，而且朝野有共识，若是三读无完成，17会加开院会处理。国民党团总调卜坤基伫咧党团协商进程，就强调，在野党的预算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爱行政院长杜永泰唔通去吞大立法院的尊严。希望左荣泰能够把该附属的要附属，不要再践踏立法院的尊严。也希望赖清德好好珍惜韩院长的善意。整个预算过程里面涉及到太多的一个政治性或者报复性的，那既然呢都韩院长也已经发功了以后那足供各个政党来好好的做一个思考，理性来做这个总预算的一个攻防。今年度总预算案也未伫咧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行政院13就成功，但总预算三读了后会提出追加预算，黄志基讲是要甲纳北提案反制。杜永泰嘛说明讲是为着国家发展需要，不只个纳委luật师报道批评 SOP 是总预算通过了后，才有咧追加也是裁减，这个行政院的动作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依照预算法的规定，有符合这个4大的这个需求的时候，绝对跟这个删减预算的因果关系不一样，但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摆明就是来吵架的嘛，就是到时候就说，你看立法院不审，我已经追加这个都是社会福利，这个视立法权如无物这个应该受到人民的谴责。也那纳委洪晓玲提案要甲杜永泰9月到12月薪水冻结，杜永泰的回应个人事小，国家事大。若是干那伊会当阻挡军人效忠中国的升旗防港计划，伊一定会坚持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驻瑞士的办事处处长李冠定呢，是互东林指控伊乌白用这公费，而且报假销，也阁有这场霸凌的状况。部长林佳龙是证实讲，已经要求伊后礼拜一返来台湾配合调查。因那这官兵会呢，嘛是标出这场霸凌的申诉案，副主委陈义信呢是互人指控有不当言行的对待。官兵会表示讲，目前已经调整人事权责，也来启动调查。上周就已经有电函这个李处长回到台湾来进行这个接受调查跟说明。面对外交部连续几天的霸凌争议，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已经通知要甲人叫返来台湾调查。咱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迪和董事联合指控涉嫌这场霸凌、酒驾、滥用公款、报假销等200多项的缺失，伊本人提出13页的书面说明。反驳相关的指控，传出李冠迪8月7日调集办事处的东林开会，疑似要施压。专案调查小组在调查中，那我们会尊重这个程序，是时间上是下周1就要返国。那在这个期间，也不能够有任何去干扰调查的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一并列入调查。外交部强调，这场霸凌零容忍。8月7日经过审查受理了后，已经组成以外交部委员为主的调查小组，启动定序，而且同款发生在行政机关，互人叫做假日回刀手的经济办选手陈义信，去年9月接任原民会副主委，但马龙逼出对部下这场霸凌。状况包含遭受不当言行对待，起码发生集体暴力、各言语的侮辱。强化职场友善的环境，一直都是行政院还有各部门持续努力的目标。那么相关个案呢，已经由受理的申诉单位，也就是机关正在依法调查当中，政院会尊重调查结果，也会支持部会依法做成的相关决定。国民会嘛表示，除了启动调查嘛，已经调整人事业务道德的权责，嘛提供申诉人必要的心理支持甲关怀。那陈义信本人目前是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全球40外个贸易的谈判呢，列做是有可能协助中国来闪关税的名单，包括着欧盟、日本、南韩，甚至是台湾，拢有伫个名单内底。咱官部属实回应讲，对去年4月开始呢，台湾就有来推动3道防线，到今年8月已经查到413笔，哪像是违规生产地情形。
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2018年头一摆对中国加扣关税，中国为着要闪关税，一直用足机密还佫复杂的步数来洗产地。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大运转骗局报告当中，就指出，包含台湾在内40外个美国贸易伙伴，拢列做是可能甲中国斗闪关税的潜在风险名单。采取了事先严防、事中严查、事后严处的3严的措施来因应，请厂商在出口时要减负证明文件。财政部关部处就表示，针对防止违规运转，从去年4月到今年8月初，拢总查到4300多万条，其中查到疑似413条是违规转运。在美国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建立一套分散式影子转运网络系统，互认定参与转运大骗局的国家分3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多元化规模领导者，台湾嘛互列入。第2层级是规模领导者，和中国有重大经济整合，包含巴西等等的国家。第3层级是小型机会主义的中国目标经济体，群中等等国家拢互点名。未来美国嘛用一套名号做边境侦探的 AI 系统来加强查缉。透过这个美国他们设定所谓 AI 的这个查核或交叉比对，的确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说会相当的辛苦。那这也是他们成本大幅提高。学者就表示，台湾的厂商当咧面临中国的去中化，佫有伫咧考虑是毋是要去成本较低中国来设厂，未来都要持续侪只拢投资一寡状况。也若美国防止洗产地态度是有够严格，对台湾的厂商来讲，未来提证据的成本会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变选战，即马大家拢咧讨论问题油的事件，也毋过呢，煞风声讲台北市联合病院所设的食用油品健康咨询这门诊呢，到单是敢若4个人去挂号尔。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辛碧荣伊是批评讲，这资源配置错误，这是真值得大家来检讨的。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强调讲，并无浪费医疗资源。虽然是平常日的早时，也是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到儿童乐园佚佗。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出席亲子节的活动，不过引用中年油脂爆发问题油的风暴，台北市联合病院设使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到达敢若4个人挂号，引发讨论。联医其实很清楚的说明，没有浪费医疗资源，主要是日前我和家长面对面座谈时候，家长们的担心、忧虑，而且提出具体的建议。市政能力其实对于资源该如何配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用资源配置的错误其实会造成市政效率上的浪费，我觉得是值得检讨的事情。问题油的事件探烧，蒋万安提出倒来个议题。15号邀请去花莲出席全民团结岛国同心大会造势活动，不过这阵拄好爆发韩国瑜甲鲍昆萁的冲突，外界嘛要讲蒋万安是不是已经伫2人之间选一边？其实很早就已经安排，周末我就会到花莲还有宜兰去辅选。那当然，最主要我也强调，其实各地方如果有需要帮忙的，我一定全力以赴。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他倒阁的目的最终是要解散国会。那表示国会表现不好，他也知道表现不好的龙头叫傅昆萁，所以特别到花莲，然后还在这个首脑的地方，这个是还蛮呛的。选战晚间，调也继续咧答，针对进前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行动中常会当中讲到，需要的是会当合作的县市长，毋是一个单纯徛伫对抗立场的县市长。蒋万安是回叫，需要的是一个会当合作的总统，毋是逐工甲主流民意对抗、甲立法院对抗、甲在野党对抗的总统。记者综合报道。黑洞的消息来看，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是宣布讲，台湾有正式来摕到2007年12强预赛、复赛，也有2008年洛杉矶奥运最后资格赛的这个举办权，也就是讲2项甲奥运门票相关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比赛，拢是会伫咧台北市来举办。感谢棒协在争取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积极，我们也同时希望负责举办比赛的棒协能够尽量争取让这个地主队我们有地主的优势，能够争取赛程对我们相对比较有利啦。我觉得这个是站在中华职棒要参与比赛就主训赛的这个单位而言，这个是我们的期待。
蔡其昌感谢这协会呢是有积极的争取，台湾主办安尼就会当有地主的优势。咱台湾队2024年伫个12强赛摕到冠军，打即马这新一届的比赛呢是关系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资格，台湾队会继续拼势来表现，争取公益。另外，继续来看到这嘉义市东门医院呢，对5月开始来进行改善工程，原底是按算讲9月就要完工啊，也毋过即马所有民众发现讲，这挖出来的物件当中，哪像是有300多公顷这城门的建材，而且当咧施工的这个所在呢，嘛会当看到一寡石头甲砖仔的结构。目前这文化局已经要求停工，同时嘛按算找这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医院改善工程的现场，将挖出来的土石暂时用布卡起来。边仔原本要管按摩头的窟窿，即马嘛暂时停工。这个东门医院原本当咧进行整修的工程，意外去互民众发现挖出来的物件，好像就是清代时期城门的红砖甲石板。东门医院在施工这个事情，算在心里就有个疙瘩在那边。对结果看下去，不得了，对，就是真的清代的那个红砖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还有那个很巨大的那个石头。第二层是那个大的板石，大地迄我看到迄个你看迄个十地迄个啊，最下面拆成才是红砖，伊这下底全部拢红砖。嘉义旧名合作主楼，捌伫1704年建成，后来因为第当时的城门只剩东门，日本时代国改建筑医院较大，市政府原本要来进行医院环境的整修工程，所以意外挖到亲像古早城门的建材，接到民众通报的嘉义市文化局诚重视这件代志。两名停工保存现场，暗算要请相关专家到现场来会勘。在那个切面中看到，有一些鹅卵石或者是红砖，清朝的红砖的遗构。那以及在附近其实有散落一些疑似是挖起来的那个长条形的石头，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判定已经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些人为的遗迹的遗留。下礼拜的时候也会带着文资委员呢一起到现场去做现勘，后续呢我们就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的行政来作为处理。地方文书人士指出，朱楼城最后留落来东门，经过地动战争甲都市建设的影响，最后也是伫1955年来无去。所以地方对朱楼城意向一直以来只有图片甲符号，即马找到可能有322年前的城门遗构，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好好重视，替地方保存重要的历史痕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传承172档的基隆中元节呢，这基隆的开基老大公庙是举办开空门的这个仪式，代表中元节等是正式开始啊。因来伫新竹在都城隍庙呢，嘛是同款照这传统，旧历7月7日开好门，予无形的众生来接受供养，带民众做伙来感受传统的信仰文化。宗亲代表甲门开开，这是基隆老大公庙拜谢部举办的基隆中元节重要的活动——开空门仪式，代表中元节正式开始。现场嘛吸引真侪外国游客来参加，印象深刻的体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也会推荐朋友也过来参加这个中元节的仪式。想要开这个空门，就是这内底老大公较好兄弟，其实是同类的，里面迎这面出来。即马接下来的一系列后迎斗灯、放水灯就是放水灯就是请帖啦，就是讲咱讲意思，请这个老大公出来食这个普渡。基隆中元节是国家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其中上重要的放水灯会伫8月26暗时举办。基隆市政府讲，希望透过传统的仪式，延续172档的重要文化。那拜三下暗，新竹消防庙嘛照传统仪式开好门。时间一到，西公按照传统仪式准备来开好门，也都是民众所讲的开门，代表7月中元节典正式启动。我感觉农历7月办这活动，我感觉真好，真有意义。农历7月1号，开门一开呢，也就让好兄弟出来放假。放假出来的都是城隍爷有顾虑过的，都是表现良好的，所以出来不会作乱的。新竹消防庙讲，好门一年来敢若旧历7月会开，对消防庙来讲是真重要的仪式，而且为好门出来的拢是表现好的好兄弟，所以民众嘛免惊。接落来新竹消防庙阁有暗访、绕境等等活动，互民众做伙感受传统信仰的文化力量。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礼拜六有一寡民间团体甲独立册店呢，伊是打算要伫咧青岛东路来封路举办普渡的活动。主办单位是表示讲，即届文化的中原祭典呢，毋是一场宗教活动，是一届这文化的实验，要纪念伫维权时期为民主、为人权牺牲的先辈。烧香合掌。为了感念伫维权时期牺牲的民主先辈，岛外有册甲岛外文化协会打算8月15，即礼拜六伫青岛东路洪家办2016文化中原祭典。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场献予历史亡魂的祭典，让民众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透过这种民俗的文化的语言，在台湾人的生活里面埋下一个暗示。只要一到普渡的时候，就会想到青岛东路3号，就会想到说台湾曾经过去有40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咱普渡的过程当中，咱无分你无分我，共同来受到这个后代供养尤其是咱这个白色恐怖以及咱台湾咱追求民主过程当中来所过往牺牲的这个民主前辈。主办单位讲，这场普渡不是宗教的普渡，是一场文化的实验。现场也会有咱台湾人上熟悉、煞无啥了解的民俗文化。比如讲，咱的嘉义市的武雄文化资产家族，是讲咱的这个念歌的艺人，寺庙的这个彩绘的这个画师，再透过文化中原祭典，一方面呢熟悉台湾的历史文化，第二方面呢，嘛会使吸收到咱民俗文化内底一寡精神安尼。文化中原祭典会对下晡到下暗，暗时9点半，阁会有道教、基督教、中传佛教联合为民主前辈，甲台湾这片土地祈福，结合传统民俗的普渡，甲白色恐怖的历史。这场文化中原祭典也敢若是一个台湾历史补课的大教室。记者顾佑基、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这古典人物竟然会当开嘴讲话来小解“马”这个字的意义，这是故宫参古内外5间学校来合作，用马的这个文物来做主题，让学生运用 AI 技术来做影片，对外界来分享因的作品。这商朝的马怎么长得像个符号？古典人物开嘴讲话。来小解“马”这字的意义，这是故宫参东吴大学等各大外5间学校合作，用马的文物做主题，让学生运用 AI 技术来做影片的成果。参与创作的淡江高中米东二表示，伊原底无接去故宫参观，这摆创作让伊了解要安怎运用 AI， 也对典藏文物更加了解。接触到了我平常不会接触的故宫文物。那学习过程中，因为需要用到 AI 然后还有一些影片创作的 App， 那学习上面跟平常在学校呢就是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新鲜的体验。拜五故宫甲东吴大学对外举办成果发表会，故宫院长表示，故宫提供文物影像甲相关资料，让学生透过 AI 的工具来创作，希望为典藏创造新的想象，也让大家对文物的欣赏有新的启发。我们要跟上这样的一个潮流，然后透过故宫的文物，然后知识，然后还有大学的USR 的一个社会责任，然后推广到所有的高中，甚至未来的国中小学。AI 持续改变人类的生活，故宫也希望故宫会当成做一个大型的教室，对幼稚园到大学拢会当运用故宫的资源。那这届完成的数位作品，以来按算透过故宫公开展示，让更加侪民众以无同的方式亲近文物，感受传统文化迷人的所在。记者东家良、石桂林台北报道。在约旦河的西岸有一座巴勒斯坦的聚落，最近呢是互数十个以色列的人甲围掉咧。毋但是切断人的水电，甚至佮威胁要甲这个居民赶互走。虽然讲以色列军方有介入也毋过呢，煞互人指控是直接来占领人的主体，就连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也真罕咧批评。大型军事突突机驶入砖头，战车甲警力甲道路塌条条。约旦河西岸的库苏拉川最近变做以色列屯垦者甲军警攻防的激战区。
原微报道指出，屯垦者为车闸排水，毋但封锁道路、断水断电，佮封锁几6户巴勒斯坦的人家厝，受困者佮包括几6个囡仔，食米佮生活物资用要消磨了了。طلعوا الأولاد من الدار ودخل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على ساحة المنزل وأخذوا الفراش وقالوا لهم نحن نقعد حاليا الأولاد قاعدين برا في تحت الشج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希克比嘛罕见来批评屯垦者行径，互人明白无法度接受。美方破例讲动话，全是因为防困在内。处之一是8个美籍的企业家阿里德，伊伫远远千里之外，透过监视器看到厝内人断水断粮几6天。以色列军方后来甚至将监視器拆掉。They cut off the electricity 2 times actually, and we do have temporarily solar system installed running on a batteries, which is like an emergency backup. So that's the only electricity we have. 以军虽然讲派遣部队是为着保护居民，佮拆除危害真哨站，不过当地船长指控军队到现场毋但甲屯垦者做伙祈祷，甚至强制将数十名巴勒斯坦居民赶出因岛，将人家厝当作临时的军营。يعني للأسف اليوم كان في قوات كبيرة من الجيش دخلت على البلد شلت الحركة التجارية والصحية في بلدة قصرة。联合国统计，今年已经有将近3800名巴勒斯坦人因为屯垦者的暴力拆除来无所在通住。尽管国际法认定屯垦区非法，不过在以色列右派政府的支持之下，屯垦者强占行动紧来紧向，恐惊会予约旦河西岸陷入一个暴力轮回。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澳洲政府呢，针对外送平台是有新的规定啊。对8月17开始，才做山工的外送人员的薪水上加1点钟就要231块3，差不多就是代表780块。另外，这外送平台也要替因来投保意外险。这工会讲，这款制度是全球领先的。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新规定，外送平台必须将外送员的薪水为即马法定最低时薪26.44澳币，大约代表600的水准提高到1.3澳币。差不多代表780块，工作时间为接单迄个时阵算起，一直到配送完成。若是安尼，外送平台必须为送货员提供最佳合理限度的人身意外险。不过，外送员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爱家己负担第三责任险。新制度一定会互25万的外送零工业者有好处。澳洲运输劳工工会讲，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命令是澳洲零工经济新的里程。嘛，甲外送平台 Uber Eats、DoorDash 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澳洲零工工作者长期互人排除伫工作制度外，为8月开始，因会享有世界领先的保障标准。阮原来会对时间持续强化这标准。这项改革会互人关心，是因为全球外送平台工作者长期互人当作是独立承包商，毋是平台的员工，往往欠缺最低工资、职灾保障等基本劳工权益。伫工会的争取下，澳洲左派政府伫2023甲2024年陆续修法，互公平工作委员会订定薪资甲保险标准的权利。这个新制都是改革了后的具体成果。国际劳工组织今年6月通过全球头一个针对零工工作者具有约束力的就业保障标准。这个标准目前也有待各国政府的批准。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下晡半的天气，刷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甲明仔载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也是微光雨。中部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微光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明仔载伫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延时大水雨发生的几率。
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